談起定命論咧，我相信咧基督思想咧唔會係定命論嘅即係唔會話人一生出嚟咧，上帝就決定咗佢嘅命運上天堂或者落地獄咧咁已經係決定咗㗎啦咁。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人咧就唔需要去祈禱啦即係呢個聖經嘅馬太福音咧，又唔會講話祈求的就得着啦，係嘛？咁即係證明咧，即係我諗咋呢個係上帝嘅安排咧，其實咧係會改變嘅，即係佢可以唔改變，但係佢亦都可以改變嘅例如你入咗教之後啦受咗洗啦，信咗耶穌啦，個額頭畫咗個十字架啦，又係咪話你嘅命運係轉變咗，即係定命咗你一定上天堂咧？咁似乎又唔係喎因為咧信咗之後嘅話咧，你雖然有望即係盼望得到呢個救恩得到恩典得到永生咁等等咁啦但係如果你唔去愛即係最後尾呢個愛咧，即係你去愛你嘅小弟兄去幫助嗰啲弱小嘅人嘅話咧，咁你都唔係可以話篤定上天堂㗎噃咁上帝嘅安排咧，隨時都係可以變嘅。